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2A 班嘅陳希。我今日想介紹一本書，叫做《NHK 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嘅3實驗》。我喺旅行嘅時候執咗一粒松果，我就諗起曾經有睇過呢一本書，可以做一個松果實驗。睇下。擺出一個松果，打開兩片嘅松果，落水裡面之後，睇下會發生咩事。原來1個鐘之後，當松果吸收水分，嗰啲鱗片佢就會全部合埋晒啦。呢一本書仲有好多唔同嘅實驗，真係好有趣㗎。同一個系列，仲有1觀察同埋2假設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，可以去公共圖書館度借呢一本書。索書號係 J303829。希望大家都有興趣啦。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，拜拜。